每一塊拼圖都係過去嘅縮影。喺呢個舊畫框入面，我努力拼湊出人哋期望嘅模樣。細個時候嘅100分，阿媽嘅期望，仲有一本舊嘅練習冊。呢啲回憶或多或少都好珍貴，但係究竟邊啲先係真正嘅獨屬於我呢？當最後一塊拼圖放低嘅時候，我突然間醒覺，完整唔代表完美，打破舊有嘅框架，先至可以睇見真正嘅自己。呢一刻，世界雖然粉碎，但係我嘅雙眼從未如此清晰過。碎片開始重新組合，化成未來嘅光芒。科技嘅脈搏，懸浮嘅城市，浩瀚嘅天空。呢個世界再無邊界，我自己亦都唔需要再跟住舊劇本嚟行，因為未來係由我自己去創造。